嗨，系啊，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人到進來收聽本來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人嘅特別嘉賓咧，就是莊咧，就是頂咧，就是Glenn 嘅發生嘅豆嘅歡迎。Hello，大家好。哎呀，等陣別叫佢裏邊嚟講佢個打嚟。Hello，大家好。頂就是豆嘅，豆哥，哎喂，豆嘅，你講發生學嘅話豆嘅，是唔是叫豆嘅本？豆嘅咯。你唔是叫豆哥啊？豆嘅。你做翻布利話啦。半減啲嘅soba noodle 補出嚟啊！แล้วก็半減啲歡迎 Hello，然後個有鵝鳥歡迎，鵝鳥你食咩？ Hello，大家你啉好。咩？啉咩？啊，你啉咩？我啉咖啡。哦，你是家親子上特別關個鼻啊？個請個正線嚇。แล้วก็จะเป็นก็เราเจียวเต่าแก่ I mean จากงมิวเดียว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เหรอแล้วก็ไม่ใช่กองก็ตัวแลบเท้าวันนึงตัวแลบเท้าแล้วก็ที่จะไม่รู้จะไม่ chorizo, sausage, smoked gouda, roti. มีกูด้ากระจังกูด้า Smoked gouda. กูด้าชีสอ่ะGouda cheese. แล้วก็ซีบักเก๋ากับกุหลิงจี 大家好，是报告的是กุหลิงจี 去 toilet 我確定。คุณแล้วคุณแล้ว คนแล้วเราต้องเสียมวยอ่ะคนแล้ว คุณแล้ว คุณแล้วอะไรมันนักของนะคะแล้วคุณแล้ว ของข้าวของข้ามคุณแล้ว ขังขาวในงอนจัดซ้ายเนี่ย สี่เหยวโป OK OK，嚟，這禮拜咧，我咪講話題就是咪講個病人，啊講老人你老人啊講見老婆婆方便啊，是邊咩嘅？ทั้ง個出來人，還是個破病人，咱講下，做咩經驗，係咪告訴咁講？就是咱乜個佢成日講，哎，都是個講嘛，是個爸爸啊，是個己人啊，是有人做咧，咧咪做工是個病人。古早我的婆婆有啲時，我是有我甲我的厝人是有故意啊。400九係是。啊，400啊。婆婆是你媽嘛？啊，買，當今是歸先了啦。啊。特別伊你真係看到呢邊？我無開啊。開啊？買啊。咩事？買。做咩事？來開者我看者，我看者。買。係食有看過了啊！我看過啊！你講故事是人要看嗎？YouTube 只寫你看到一粒耳。看小英會使，看裏邊會使了啊！咩？冇看，你看人講話，都唔是我講話，你人講話咩？佢一看你，你冇會咩？查甫啦，查甫啦。哇！你看食咩？你看這鵝鳥食咩？來看者，介紹者鵝鳥。講嘛？先啊，看唔到。哇！鵝鳥講。flavor。嚇！哇 ，XO flavor 啊！你 mute 掉啦，鵝鳥。我講啊。unmute 一下我看，unmute 一講，鵝鳥你聲冚掉。嚇！你聲冇講個亂。Alo，講呢是海鮮Maggi 麵。哦，轉者我看。加燒嘅。好食。加 XO 好食，看好食。唔知哦，88別食。來食下。
即係看咁樣。燒燒燒，你知我胖哦，小胖哦，係個凍味哦，哦，一個凍味哦，誒你flavor，啊，即係啊，我而家嘅聲嚇，remind 我成日雜寶嘅 version of BB 爸爸呢。有嚇，是雜寶娃娃，三集冇， woman 娃娃，啊，woman 娃娃， Bin pun tak apa siang. 唔係咩咧？你問你極做極閃啦。呢度部聽邊領福建咧，唔是咩？冇啊，我講盲做，即係我有極閃。我就拍攝，誒，你做結果開始講，我是 BB 娃娃小妹。對，我講啊，哦。women 娃娃你嘅講是。我是咪娃娃小妹，那我想咯，你想？你頭先講嘅蘇東嘅味素是幾想？我所當嘅味素， OK 嚟講到啲你婆婆啊四百九，啊，小英得咯，有冇小英？買唉，買係，做咩事都買啊？ OK，奇怪，拍攝啊，阿 John，喂拍做咩事拍攝？我家己是真啊拍攝啊嘛，哦，你是看你我啲已經就拍攝啊，你看邊個個拍攝啊？啊是啊，你未到嘅啊，到嘅你咪都個意啊，是唔是叫做落立地頭嘅？你都係意思冇啊，啊？伊漢來嘛，冇第隻啊！即係你攞起隻物件時，我就看到小英你頭都冇抓落掉。愛聽故事咪，唉，小英，唔最關呢個未出， OK，講。 OK，是安尼款古早是我誒，你知我誒嘛是新加坡人啊，right？哦，唔知。我唔知，啊，所以我婆婆本是 from 大新加坡嘅咯，嚇，特別伊ever since 我嘅公公過身嘅時，我嘅婆婆都家己大自然哦佇厝。到底新加坡呀？啊，佇新加坡，then 過幾個年，伊都慢慢增加 paranoid 安尼款咯，伊都亂想物件，then 我嘅媽都開始煩惱伊哦，所以伊都叫我嘅婆婆你婆婆幾歲啊？是 ？Sorry，係咪？你婆婆幾歲啊？是啊是差唔多60幾歲啊。OK。所以我嘅媽都叫我嘅婆婆教我人來邊頂教我人都在大啊，都最大。then 還是伊嘅老人痴呆，伊嘅 dementia 慢慢出來了咯，伊都其他人袂記物件。我每人真啊奇怪嘅問題咯。then 有時伊拄着 stranger 嘅時會亂甲伊人講話，上加三字物件，毋是白嘢，是上加，因為伊是較安怎講啊，較淡薄 racist 嘅人啊，留頭腦嘅。啊是，你是算咩人？是說講冇三事物件好，冇 filter 係啊，咁啊是，古早伊 OK 嘅時，伊是本地 already 有安尼款嘅安怎講伊嘅 character 啦，特別安尼款，特別伊是有 filter 嘛，伊會曉上加在電視咪講，電視愛講，特別伊老人痴呆症嘅dementia 嘅時，伊就開始無伊嘅 filter 了咯。所以安尼款，伊大教我人差唔多5年了。
我的特，因为我的妈是真啊 active 的嘛，伊真啊suka出去，所以那是我甲我的小弟教我的婆婆。哦，有時你媽，我的老母啊，啊，我的媽，你媽，伊是常常出去啦，所以較就是你甲你的小弟鬥過你的媽啦，你婆婆啦。我的婆婆啊，我的老母是有教我的婆婆，特別因為伊真啊 suka 出去，then 伊有時是有想家叫婆婆甲伊出去哦，特別then 本時煩惱伊是煞走來走去，每甲 stranger 人講話。所以你亂個鬥快手去講啦。是，then 嗰時我是讀大學，then 我的婆婆的 condition 更加慘，伊根本是無 filter 了，所以伊是慢慢做我的老爸老母上加迫切脾氣。then 所以有時我佇厝的時，我是真啊驚人罵、相罵甲講啊，所以我是上加purposely 上加我去 class 的時，我是 purposely 安怎講啊 ，stay 佇大學，莫安尼緊對厝，驚我的爸爸媽媽教我。Then after that 是 I think 5年過了，我的媽就問我的新加坡的auntie 拜姨都攏教我婆婆，所以5年 after 5年，我的婆婆就搬對去新加坡，互我的姨教。then 應該是2年過了，就伊就回信，所以安尼款咯。แล้ว我頭晚拍電話來，所以冇聽到一陣。你是迄時我是大學，你講個你冇時間出來人笑咩？是，我是驚我的厝人相罵，then 有可能上加分手啊。then 有一擺我是問我的老爸有可能分手甲我的媽，因為我的婆婆做愈白切無，伊就甲我講有可能，所以因為安尼款我就開始上加去college時。真啊換到對厝哦。你不是個 conflict 事，所以你咪就對厝無啥無平安啦，你對件事。但係 actually 這只重要嘅話題嚟本嚟，因為人 caregiver 啊 ，sometimes 人個人嘅人啊 ，sometimes 家己無人個啊。佢哋感覺你啱先垃圾掉只。有咧個無人 discuss 啊，無人講啊，就變做你嘅 pressure 甲了，你家己一人講，你逼切下，你無人去偷開啊，無人同你講啊，了有 support system 呢。迄時我的厝人是明白我人甲了是淡薄逼切啦，是even 都是婆婆是厝人，特別你知啦。你想講唔是你家己嘅？婆婆去啊嘛，因為伊病做伊頭腦成個無，唔是伊你知嘅婆婆嗰條。是啊，安尼我家己本賣 purpose 上甲婆婆相罵，特別人是人，有時無法嘅有上家己逼切本啦。你是？伊是因為過了你媽是做蝦米物？你婆婆啦是做蝦米物件？做到人逼切嘅，是伊講話時，還是成日講直直愛走啊，是咩物件？
伊本地是上加大摆每上个问题咯。伊是上加大摆袂记人每我甲我人上个问题。哈是我差不多明白咯，所以大摆是慢慢 remind 伊answer 伊个问题。特别较later 咧，伊都上加困个时，半暝伊都行去我个妈甲爸个房间，then 叫醒伊人，then 因安尼款我个爸爸甲妈妈都开始逼切咯，then 有时我个爸有骂我个婆婆安尼款咯。伊做伊人车爱讲下面叫伊对厝啊，讲爱去对厝啊哈。毋是，伊是半暝走去我个厝人个房间，上加敲门。做咩事啦？伊爱下面。无啊，上加 curious， then 看我伫倒个 ，then 上加找人，因为还是 OK 是安尼款，我个老爸老母是困上个房间 ，then 我个小弟我甲我个婆婆困一个房间。then 有时伊就家己起来半暝起来，走去我个 parents 个房间敲门，逐摆敲门，我是会听各安尼款咯。then 较侪是我个爸起来开门。看到我个婆婆伫徛伊边，等我个婆婆讲，是有，等伊就走转去眠床困咯。特别是一暝会使 happen 上加3、4摆安尼款。等慢慢来就互我人逼切咯。对，你说差人阿妹无点先困咧，那。是。แล้วลู还是几年？你讲甲你婆婆甲你到5年啊？应该是2012，是啊，2016还是17啊？安尼款。大家久，所以大家人有偌久？上5年哦。5年啦。until 新加坡大2年啦。等伊到几时咯？伊住伫新加坡个时，因为我个姨是比我个妈较有 patient 有耐心啊，所以个 OK。then 我个姨是无像甲我个妈安尼 active， 伊逐摆伫厝个，所以伊较有点些顾我个婆婆。then 伊本是有请一个工人来导容伊顾我个妈，我个婆婆。เรื่องปลาล่องปลาลังบัดอูชูอาซี都有個人啦喏經驗我有就是講話嗎？頭獨立頭嚇我媽 interesting 就是呢，is 我媽所 OK 啦，我會使講啦。我古早4年級嘅時，我媽巴肚了，伊 crack 伊個 hip bone 啊，伊個 ball 伊個 pelvic 嗰邊 crack 嗰邊，so 伊巴肚了，大 hospital for 幾歲啊？你媽巴肚時80幾歲啊咯，OK。所以到底80幾歲，比你80幾歲70幾歲啦。伊 crack 伊個 hip bone，pelvic joint 嗰邊，伊到底 hospital for at least 1 year。Oh wow! Because 都會去做 surgery 換伊攰嚟搬起來，所以搬佢大。你是講伊大 non-stop 一年，還是直直斷去一年？接觸咯。哦，OK，接觸啦。But every time 是大 for several 幾個禮拜啦。So that time so that time 是 a bit 麻煩啦，特別我後邊喺點只4年級。So interesting thing is 我媽巴肚嘅時，我一到啲錄完厝了，我爸母去問阿公，阿公講
9點聲了 actually。哦。我講啲單兩段。等你嗎？要單了我媽。So 安怎啊 ？So 我人甲人講，我甲人講透露，呀人講。OK 啦 ，extend 伊個 passport 10年。extend 伊 passport at least 10年好無？好，所以落去地鐵去甲地鐵人講，去換伊個冊。啊。換伊冊，所以我阿媽大教我 for 十幾年丟我去 college。哦。了好笑嘅事就是。It's not 好笑啦 but 我會記出嚟 memory 就是 the day 我啲 pack 會來美國了，所以我啲 pack 我物件個了，我 that time is already 我會來這邊了 transfer 來這邊，啲 pack 我物件，買我物件 ，then of course 我係爸爸做工啦，我教我媽在住厝，我媽接到到啲 kitchen 嗰邊。所以我啲 pack 我物件到啲我 room， 然後我聽到砰大聲。So every time 我媽伊坐條燈嗰邊啊，伊個 chair 真係 steady 嘅。我坐出來時，我看我媽，安怎係巴肚？然後我 observe， 我看好好，無理由我媽伊巴肚伊個款。巴肚到啲塗骹，我知冇理由，所以我看，每看，阿媽你準備巴肚，伊講無啊，一條安尼呢，然後我看，我揚伊起來，一條狗伊，然後我 call 大人了，我甲伊人講，阿媽9點聲了，路人甲了對來當今 ，so that was the day 我背。哦，所以我auntie uncle 曬咧對那個了，所以我甲我 father 講，我甲 everybody 講，路人甲咧對那了，9點聲了，伊人講路人就知，我看我知，所以路人甲咧對那了，所以伊人甲咧對那了 ，monitor 咧咯，一個咧咯 ，cause after 我讓我媽起來坐條 is still 一隻人。然後 after 過暗暝伊上個 a bit unconscious 了。So the next day 啦 is a bit on off 伊個 consciousness is like out in and out 了。So 我阿未飛來because that day 我會飛時，我甲我媽講，媽，我飛來美國了啦，我今日去飛，我會來這邊做，我會做物件了。所以我講我去啊，我不要聽。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我係媽會去，會 recognize 我講話。Then after that 我去培訓課嘅時，我係媽會見教我背。The moment 我係媽我背幾點啊？我背 apple early afternoon。So after that, about evening is why ma book it. So that's the interesting thing.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個老人嗰時要注意啊，老人嗰啲治療啊，sometimes 唔是 dementia， 唔是 Alzheimer， 伊 recognize 在 the environment and everything， but 你伊個 awareness is still there 啦，但係你個注意啊，嗰時伊個治療點嘅時，有時伊個會講。我唔係媽，你教住人講話，住人嚟。係啦，伊人咪講老人啊，會看到伊人就家己人啊，成開心了呀，伊人甲伊人講話咧。了你講伊時，你往條講，安怎講伊咧？伊還是冇包，伊會驚。冇咩會行啦，對用 walker， 係你 four leg 嘅 walker。所以大致 is 對坐喺馬去樓頂，坐喺馬路嚟咯 ，morning 嘅時，and then 咯。
It's interesting lah. Actually, 我古早細漢我讀到我嘅時，那 time 伊都被行了，特別我 elementary school 嘅時，it's more like it's not 我教我媽 ，it's like 你媽教我媽教我，at the same time 我教我媽，because 我對那嘅時，我叫我媽開門學我，咁樣咯。有但是我走出去嘅時。實際我乖姑呐，細漢嘅時。你當佢唔乖姑？我乖姑呐 ，actually 我買都冇咩係我暑假出去嘅，家己出去嘅。我古早細漢嘅時啦，阿未 high school 嘅時。特別我 sometimes 我 hungry 啊，我要啊，有人到啲厝，可是有人到啲厝咧，usually 我係 relatives 有俾物件俾我食。我有講。煮啊！我bắt到有，OK 啦，我去俾面下都，有啲先。特別 if 冇人到啲厝嘅時，我會出去去俾物件。所以我去俾上個 anything 啦，雲吞麵啦、福建麵啦、蝦米貴啊。所以有時出去嘅時，我有上個乖姑啦，所以有落雨。落雨嘅時，我就叫上邊向去架天講咯，我會出去咯 ，stop the rain 淡薄咯 ，stop 後我走出去啦，我走出去俾物件後我咧，俾物件後。你是俾後女嘅，其實俾後你媽。因為我出去咯，我俾後我家己教我媽啦。所以路人啲面 stop the rain 淡薄啦，我走出去俾咧，我對那時我個小個上去後，路人 continue raining。Yeah. That's why 時每人講later on 嘅時，我high school 咧每人講嘅時，人講你唔知啊，即刻啊，真正搞吵啊人叫人 stop the rain。落雨，成個你直接講落雨，你知究竟係咩意思？OK， 等陣我講到啲，到咩叫普羅去啊？講到你嘅白人講起，你講到啲，你其實邊就頭先就講對，加工冇講咧是別使講冇，加工，你是講你嘅媽本啊？我講嘅媽，我冇講嘅翁。嚟講下你，而家我話啥？你話啥？只人我香港啊，特別咱只少聽到啦，caregiving 人嘅病嘅故事啊。I think 到人無相嘅啊，是啊，你知哦，你看，你要看迄個人，我說迄個人你講嘅本，有誒，若是講伊袂甲你cooperate 啊，袂聽話。了你嘛伊了你嘛是甲 stress 咯，若是講有誒伊人甲順誒嚇，你都甲贏啦，你 because 我講我媽會點聲，我人有工人無相，所以你講特別你小刀看。嚇，工人做較濟物件嘛對哦，特別甚至講帶伊出去啊 ，exercise 啊，係咪個了吼，食藥啊，個了你就愛家己看了，有誒點聲。咱就明白啊！迄個病人啊，伊人家己有 frustration 嘅，因為啥物事？伊遮濟物件，伊愛做誒，伊做袂來，了就就是迄個改，伊行路出去啦，啊無伊甲一人出去，毋是來找伊誒人嘛，對哦。對。了是講老人，若是講伊有老毛淡薄。你嘛是個較濟物件，因為伊無 consistent 嘛，伊萬一個安尼，所以你毋知講到底伊是袂安怎？一下伊講安尼，一下安尼，萬一個安尼，然後若是講別人住你邊啊，安尼會參詳甲你了解了，有個人無過誒，特別學真係意見嘅。對，誒，actually 人講就係迄個只隻你邊啊看誒，較啲牛夾誒。對。你安怎呢？你做咩事無可以做蝦米？做一個特別個是唔是個？對，嚇，你蝦米事都買可以食安尼，蝦米事都買可以食安尼，都買可以食安尼。You know，and sometimes 啊，即個物件嚇，
正，你无大迄邊24點鐘嘛，你無看到嘛？你來到老人啊，真啊應甲你講嘅物件 ，sometimes 毋是伊人要講來害你咋 ？sometimes 是伊人嘅 mental state of mind 啊，是安尼就是。伊人想是安尼 ，you know， 毋是講伊調地做路，但係伊想是安尼，然後你要安怎甲伊講，毋是安尼，是哦。但係迄個人無看的、無顧的，伊人只做物件講的。少，這怪真普通嘅，真濟人嘅，真濟人就是尤其是咧，識講你教你嘛，係啊，了你兄弟姊妹啊，啥物來事啊，伊人講嘅事啊，伊人是聽一邊嘅故事啊。了個一項呢，就是迄個人伊大家迄個人，伊 never 講迄個人故意 ，never 講迄個人好。對。OK， so even if 有10個囝啦，大家10個囝啦 ，every 囝伊大，伊就要 complain about 迄個人伊大，甲迄個人嘅。你講去過一間厝嘅時候。伊本是講迄個人無好，了講迄個較早顧伊嘅好，啊較好啦，係咪個了？所以啊，若是講有領要顧老人，你袂使，你袂使食，互人食啊，怎叫食？袂使，你要明白啊。嚇，了甲了就愛白上心，袂使講啊。一改無好，就只係改好。actually 無安尼事 ，to be honest 無安尼事嘅。我會知，我顧媽，我顧爸，當然我係媽來，我會看到 the difference。老了，伊人講話無相嘅。you know，所以若是來對位，我姐姐也都要講啦。happen on 即係 on 即係 parents 個伊家己囝是 disable 嘅，出去外口你話咪見啦，你抱一個 cerebral palsy 嘅囝啦，就即係有人講，哎呦，伊嘅囝你看哦，因為伊嘛嗬做歹事哦，伊抱，伊得所以伊囝生出來你看，哦。唉，呀，你超把嘢迄個人講咧，我覺得就是你無腦人講，無腦無解。伊囝生出來，因為伊嘛做歹事。特別你是細喙啦，你是隻細喙。有當時你細喙嗬，我感覺到有當時迄個會打鼾，我個會聽，會打鼾過。我未聽較坎坷吞嘅，就是迄個厝內嘅人啊，成日講你嘅兄弟啊姊妹啊什麼啊，嗬，講你哎呦，你做咩事無做？那迄個我話迄個歹吞。伊人無講，伊人唔知。That's why because 我講我媽，我知。下久我講我媽嘅時，話有咯，迄個三姑六婆姨媽夫姐，你知哦？對。真真伊人會曉講，特別叫人入到邊去講，伊人都無在條講。But 要講嘅時真夠講啦。但係我嘅小弟教我講，伊講，若是伊要講我媽。伊無愛人 interfere， 我講我 agree， 我 understand，because 我家己過經驗過，แล้ว我明白嘛，就應該人講嘅有關講蝦米物件，哈你無講嘅唔通講話多點點，若是無在條多點點嘢去講，搞，係咩？講咧應啊，即邊你在多啲 Malaysia 你無 support group。你多啲法律阿摩做嘅嚇，你諗有 support group，carer 有 support group， 你知哦？但講你有 carer，然後伊即係再講你是 carer 呢嚇，伊 phone 你甲你講你過來，我諗俾甲你講話，然後你講嘛？你有喊安怎伊 support 是安怎嚇？伊嘅 support group 是安尼 ，because 伊再講你 if 你是 sole carer 嘛，對，但項物件是 on 你 shoulder 嘛，แล้ว伊嘅 support group 啊，伊有meeting，幾個人坐 together 了講伊人嘅故事，伊人唔是故事啦，伊人經驗，
冇樣蝦米物件坎坷 you know 嚇，so 了若是講你蝦米物件，你無在條做，或你坎坷嘅，你講出來，伊人會互你 solutions。那有嘅人有經驗，甲濟過你嘅，伊人會甲你講安怎做。人個嘅本有 frustration 本嘅。So it's more like a emotional dumping ground to exchange ideas. frustration 因為迄個人破病嚇，迄個人破病有真濟 frustration 嘛，了伊收起來，伊袂。Dump on the caregiver 啦。Yeah, of course. Then caregiver dump on the people 上加those social welfare contact 路嘅 exchange 啊，所以 you dump on them。冇講是 dump 啦，伊人是講伊人 exchange 啊，上加講啦 exchange ideas。幾那人咁了有啲，了人講人家己嘅，所以若是講你有嘅人較有經驗啊，個較濟年嘅，伊人會知安怎做咧，伊人會伊人 exchange 人甲你講咯，安怎 go about 啦。So actually，咱 Malaysia 冇 ，that's the problem。So 就是講就愛 start 安尼，因為 Malaysia 是你就愛過啦，個唔要緊。若是講你國家無在條過，若是嗰啲人做工咧，你幫伊人nursing home嘛，頭一條就是講你看著不好啊，係迄個老人住啲 nursing home， 特別人無 understand。若是講你係啲厝，你去做工，伊巴肚安怎做？國家是。人嘅喙會講真濟啊，人嘅喙啊，真正毒嘅啊。特別呢，伊人無笑，伊人 before 伊人講，伊人無講笑後生。我愛講一句話，我迄個人。有人實成嘅，有人真正。伊人會 socialize feed on 講人嘅無好物件。對。所以我嗱坎坷就如果你講到已經就坎坷了啊，你個不去聽人講嘅物件。你一人無在條過誒，John。because 你24點鐘愛對迄個人嘅，你知哦。你若是講迄個人坎坷嘅啦，有個人quite difficult 嘅，你知哦。because 我捌看我嘅朋友這邊一個伊嘅嘛有dimension 了啊，哎喲伊點鎖掉每買互人入嚟 lock people out 啦，你看你啊，了這邊有 carer 嘅嘛 ，carer 有來一日來3刀，有來5刀安尼啦，了啊伊 lock 人 out，了後嚟我 carer 就可能有半點鐘或45 minutes 來看你。互你食，互你蝦米嘛對，你落人 out 啊，了啊無呢，人入去後啊，伊頭邊個鎖匙，落喺頭邊鎖匙，互人無通出，安尼款嘅物件。所以伊家己伊個腦袂好勢啊，你知哦。所以你知，有個人真正 difficult 嘅，個買菜路，個買蝦米，伊一點點，伊買菜路就好了。你到下邊怎做？佢食藥咪食安尼啦。你可以食藥，伊咪食，了可能有事可能問了久你出呢，伊 you know 伊 play up 啦，你知哦，所以就是啦，個人無相，所以咱袂講安怎誒，because 逐人會 experience 無相。無相，咱 carer 個無相誒 reaction 本有個人。有個人你看伊做咩工，還是有做工啊無做工，伊個平常時嘅 stress level 是蝦米？了你個無相嘅 reaction，個就講嘅，就講嘅就是唔只太謝咋。但係嚇，只唔只未記，一直咁多。哦，是哦，喂。對，了會是未記只，未記啉水嘅。是哦。未記只乜嘢？你會包夾住啊，泡面嘅。John，你講有真係隻 spectrum 嘅。So what I was saying is 即係講就是 a positive spectrum. You go to the opposite end of the spectrum 就是有大嘅 caregiver 就是 abusive 嘅。So 上家 it's very 你會看到啦 ，especially those 老人到啲 nursing home 嘅。Utasi, well, Malaysia I can't speak of, but Japan, US,
大嘅 caregiver sometimes look on news and all these things is 伊人 abusive to the point that it becomes domestic violence. not domestic Elder violence, abuse. elder abuse, but it can go all the way to murder. Wow. 你在大So 頭 it's 這類物件 different spectrum 嘅。大頭這類物件 is not just about abuse only. I also believe that 老人啊，我看了我個人這邊是咩啊？And Malaysia 這邊 even Canada 冇 difference。OK， 我講給你聽，伊人家咧老人係得數 ，OK，supposedly 讀過伊人啦，but it's not about 何路 3 square meals，唔是路清氣啊無膽。You know， 伊個老人mental state of mind 啊，伊人無差。You know， 房條啲咧房間，家己坐點點，安尼看下咧壁，無 activity， 無蝦米，老人有老人嘅啲嘢在哦。伊人會使有 activities 互伊人嘅，特別真啊姐姐好嘛，無安尼做。嚇，你知哦？你是講伊人啊？坐點點，and then 無 activities that's not right。坐點點 ，and then 互老人3 square meals，make sure 無膽 ，and then 食累呢咯，collect 累呢咯。冇咩曉對，因為人我Asia嚇點解佢少講到佢即係 mental wellness 啊，所以人冇咩雜，冇看到就是冇嘅，就係講路學路食嘅時候。這邊嘛上，這邊本上。你想講？這邊人嘅 awareness for mental wellness 根本係 taboo 過 Asia 啦，我 feel 到。伊無 taboo 嘛，伊本無做嘛，伊本無做 activity 互你嘛。你知啊？若是講應該咧老人啊，伊袂行，袂wheelchair嘛，你會使出去行。伊應該有一日 in a week 啊，去 shopping 買家己物件。伊應該去看戲 as a group，maybe 2人3人 ，you know，trust 伊人去看戲，伊人是有 social。特別不是看啦，有做安尼物件，伊有like 有 shuttle 啊，帶人去 shopping mall 啦，安尼物件。特別有影是有做安尼物件啦，看到一個位啊。個正線啊！你就個身體嘅個正線，你就正線是咱嘅頭腦裏面你改唔是必講係個身軀，個頭腦本嘛。等有wellness 是個頭腦是坐住啦，阿種。個頭腦就是好像你特別 stimulate， 冇你冇 mental wellness 就是講你近可以食，係咪先？你冇 interaction，冇 human interaction，冇咩嘅可能你就。上加 routine 試呢啊，了啊無伊人 just 坐條看壁，你咪互伊人看 TV 啊，that is。So 你 sometimes 你開 TV 互伊人看，你問伊人看愛你看蝦米 channel 安尼咯。So 伊人講啊，我愛看長來戲。特別我看女有可能有關係甲女，because 真正就是講啊，女成啊，女 sometimes 我想我唔 Medicare 嘛，美國嘅 Medicare 是 take care 樣嘅嘛，如你 government insurance take care of 你老人，我係 take care physically 特別 mentally 冇咩人 focus and pay attention to mental health 啊，所以變做伊人類是會講是個飼料食、飼料看病係咪已經用了咩？因為你變做。我做咗好多話條就是算做好了，我過去個路過啊，我把你老人無通知啊，無通咩特別用在類去講喎。所以你看，我實在是想啊，我想，人本來福建嘅錄音咧嘴巴出啊，我特別有想講人去學你等個破病人啦，無差不多是老人嘅什麼嘢，我俾人俾安怎辦法解學老人聽呢？我聽到嘅是我有一個人，伊人有本 CD 互伊會講馬嘅人聽，然後我是想講，若是講有迄個，我個 because 人講唔三時物件嘛，特別老人個講唔三時物件個，特別你好像
我是想對嚟講，嗱講係冇物件做嚟講下，咱 resources already 到安尼這把出咧啊，咱係先幫佢樣聽，成個你哋學生嘅，你看幫佢樣聽，咱我聽到咧又好笑啊，甚物做就笑好似過日子你看呐。Actually 對啊 ，because 你 now 啊，是講你冇講話冇 interaction language 啊，哈，快樂嘅。就是brain is 一個大 machine 嘅，你冇用。你冇用嘅 muscle 你都冇曉。No, it's not 伊 muscle， 你冇用啊，伊類 brain 啊，伊 tissue 伊 synapses 冇拍伊 signal，so the more signals，the more interaction，伊 signal 拍較濟較快。So that's why 你度 stimulus 有sometimes 係聽人講話係咪物件，然後是你或者這邊咧學緊聽就咪是，你聽嚇，你家己一人聽唔好啊，你感覺到你成個。involve 啊，你有參加，係咪啊 ？One method， 這都是 modern 嘅啦，唔是 old generation already 老人 already pass away， 咱冇安尼機會啦。But one method 好就是咱 modern 嘅當今咪有 video game ，so encourage 老人去到 video game。我哋走啦，我佢走啦。OK， 加個，拜拜。somebody 講，我應個追嚟啊！好，我應嘅時間。曉啊嘛，當劍 ，OK， 拜拜。OK， 拜拜。我係聲人，我電腦嚟。嚇 ，OK， แล้ว我在這邊嘅流浪，我買流浪順浪嘅啦，因做流浪徑嘅咧，依樣有一個 group，咁แล้ว去卡西諾嘅。卡西諾，對。啊，一定去卡西諾嘅啊。好呀，先啊，係我唔知。卡西諾有一時咯，零零冷冷嘅。有時伊人嘅先紅錯。I mean, assuming nursing home， 有時就是 nursing home 錯，有時就是the city 伊人 organize。像我住為這邊，伊人嘅 city every month or every 2 months， 伊人有 send pamphlet for senior citizens。伊人講哦，啲時伊人有 shuttle， 你愛無你解，伊人講你。put your reservation 啦。所以一條時大家流浪嘅時候，是流浪老嘅來類啊，係咪？No， 一出人去北啊，出人去多出。我們自己冇交嚟啦。出人去啫。Because few days ago 我把你 receive， because 我住為伊 city periodically 要 send 物件，有 activities for 流浪，activities for I mean young adult。毛菇嚟啊，毛菇。activities for。你我接個半時。係咪？都未接啊？有啦，伊領未過，然之後係咪數？哦。係咯，白酒我咪係呢。The other thing 我 just 會 comment a quick comment 就是頭晚有講 about Medicare 這邊。mostly concentrate 就是老人去老君去看老君 hospital and all this thing. Yeah. And then Medicare itself, 問講 Medicare hold the problem is 當今 Medicare 伊人會 cut， 伊人會 cut funding。毛菇。Yes。嚇，安怎？咁人困啊，你暗。好啦，好啦，攰啦。แล้วบ่哎呦，อันเจ้าว่าจะฉุดทำไม่ใช่โอเคแล้วบ่อันนี้เฮ้ยวางตอนนี้講了個病人是個老人是caregiver 啦แล้วอีก講話你有咩經驗？各位老爸咯，經驗啊，是係咪 service 依個是係咪？冇啦，佢是講做係咪物件？因為咱只一人，咱個人個病人時啊，咱只少出去個口個人講噶嘛。你就講哦，我哋會個喂，成我一隻朋友伊講我爸冇人知嘛。因為你可能物件你家己可無人講，因為你特人個病人，你特掉有你家己嘅有家己逼切嘅。
因為你就去做迄個物件啊，你家己嘅 stress 無人知嘛，你如果迄個物件你毋是要走出去甲人講嘅物件嘛，成個伊個爸伊毋知講伊其實愛放屎，伊出屎就出，所以點差唔多一禮拜幾若日特別洗伊規間厝消毒，伊規間厝安尼，伊爸伊屎會流出來。那迄個物件你安怎去吹人講着？even 你朋友冇好，你肯靠開喙你咋？迄個物件。我變咗家己燒哦。燒到心內面。你就是講就是講，但是無開起來講啦，就係人本成哎呀，即是近來玩，可能無去跟人講着。我未講啦，because 你講你爸是講你最人啊，咪是歹勢，咁嘛唔買計啦。對，你跟人講啊，是話實成日講你去外口傳講你爸，仲可，你要講到你爸誒 dignity 嘛。特別你成時講啦，唔係講 specifically 就係咪你會聽就講有人安尼款啊，還是有人 support system 嘅人聽你出去啊，本是有幫助啦，啦啥？就是講到成個阿毛所在，伊人有迄個 support group，because 伊是有影伊because 你唔捌伊人唔捌你嘛，所以佢就講出，所以我們會 support each other 啦。成個我翁誒講啊，伊講86歲啊，見面，伊誒某你個 August 是過身啊，伊80歲啊，然後伊有 Alzheimer 啫，伊 Alzheimer 食苦啊，然後3-4年來個 start 嚟講話嚟啫，然後咪佢冇袂記啊，一坐路冇袂曉坐路啦。係徛起來唔曉徛起，伊成袂記啊，怎做安尼物件？真正慢啊物件，你做物件真慢。伊個我誒翁誒係講，伊有帶去來 Alzheimer support group。mostly for caregivers 啦，係咪 support group？係人講話。誒，咁伊個今日伊個老外個講伊無喎，伊80個80歲啊，伊80個。嚇！伊冇80歲。伊改前一4年。我是冇 experience 啲厝過啦，我是啲 hospital 過啦 ，but I feel 真係 enjoy 嘅喎。最 enjoy。佢我大去tank去canteen 食物件咯。你過落股。三季節有啊，大房間。你唔食未線咩？你唔食未線？別真係只乜只好 free， 物件只愛只爽嘅。嚇！伊鬼看到啊，咁咪見嚟見去啦，看嘢闊嘛，แล้ว但是無類嘛。你乜只呢？嚇！伊對好路，你咋？成個薄邊，特別是青色嘅，裏面包椰絲嘅嚟嘅哦。我知係你講咩？好食咯！嗰啲叫咩嚇？布魯特大。大葉哦，佢大葉嚇。好啊，好食咯！大家知唔知食啦？那是了嘛？啊！椰絲都是裏面惡嘛，是唔是？啊，對，一堆青色嘅，包喺薄邊嚇你。好料喎！啊，好料咯！然後我8年嘅啫，哦，特別正啲啦嚇。然後第2步呢，就是這隻物件通看咯。即是講幾步啦？幾步啦，看人洗腳喙啦，看人洗碗啦。佢 hospital 一樣無按照無 partition 嘅樣嘢嚟 curtain 嘅響拖咧嘛。啊，你就再講係咪數咧？然後你就幾開嘅棚嘅。真係幾好嘅咯。1988年咯。我 remove 嘅事咯。真爽嘅咧。好看，真爽嘅。嚇，真係物件看嘅，你講哇一度尖啦。แล้วก็เลยดริปล่ะแล้ว MS อ่ะก็ว่าตัว hospital ปุ่นเนี่ยมาแล้วคิดที่โทรหลังไอ้ดริปบ่จอนขี้จอน做人死鬼啊都做人死鬼啊都唔使唔是แม่นี่ไอ้สิขอเดียวเลย
佢哋按照嘢會都啲流出嚟嘅。最順路去做啦。AI 啲開嘅啊。但係我哋啦，你真正翻啊，個百嚟件啦，啲裏面啲圖本啊，唔是我知啦。是正件啦，是幾件啦。哎呦，係啦，正件啦，幾件啦。啊，咩啊，個件啊。是第一咯，係咪第一？有啊，我諗到 hospital 以前嚟 restroom 我諗到。個病人大啊，用嘅。個病人大嚇，然後大家見就是愛聽人笑咩是卵性嘅，就是迄個國茶店嘅人嚟。喲。伊人愛尿線，來到家人笑咩咧？人無歸線過啦，我會知，我會記啦。佢我老爸本掉嗰啲書本，人未歸線過，了伊人愛來尿線，了做國茶了嘅。咧會笑咩咯？啲病every morning 啦，掉嗰啲物件啦。如果出來人笑咩？是間店嘅人笑咩？出來人間店嘅人笑咩？แล้ว我老爸伊一頭豆迄個物件咧嘛，所以伊幫西幫就嗰啲是無留啲外口嘅，嚇，所以我人屬實是無 clean 即個物件啦，我人 clean 嘅時講解做成骨加性加頭毛啊，你看了咯，แล้ว say private part 咯，嚇，嗰啲物件了咯，我老爸住啲 ICU 有3個人困嘛，所以不是攤出入啦，無係咪特別本咯？แล้ว有幾家人講啦，I mean 有人對隨講，按照我人無到Penang，無到BM，佢嗰陣時我人到 Seremban 嘛，所以有家人會知咯。有幾家人講我人無到BM，我人啲 Seremban 位咯。你攏嗰時大得咯啊，還是到啲下邊嘅事？入市點先大啲 hospital 入邊咧，我人本配了大嘅。伊是 government 呢？冇話，冇話都是 private or government 啊？government 嚟，伊一個 floor，假如講話，你頭 I mean 頭行面多行到阿妹 toilet 咁樣，哇！梗係借多，梗係借迄個 patient 嘅 bed 呢？假如講，借啦借嚇。無 partition 你看到我看到你嘅嚇，安尼看呢？就 one row 就是六個3個and 3個飛機。冇 more than that，只兩隻 more than that。特別係，你講。係咪partition嚟？冇伊成錄一個，冇伊冇本啦，伊錄一個鐵鋼來呢，鐵桶。你鐵桶嚟咧嗬，伊度講，伊邊有人伊無好看啊嘛，像我買得死嗬，樣本是就個嚟，迄個 nurse 就嚟，嗰時迄個唔知迄個大波 nurse 唔是大波嘅，大波 nurse 伊撒出來，迄個布嗬，咪互人看，如果隔壁人顧看着嘛，你死了啊，你佢夾鐵講更快，邊有人會驚就無，所以normally 是就遮布。有拖啦，迄個上家幫伊嘅，迄個幫拖過去呢咯嚇，你一咧，你鐵桶落來啊，見講，啊，等下就不見去啊，等下有新嘅patient困落去啊，真係超誒！我會讓人個人啊，你話 rasa 掉成日講，你個被夾做嘅成日你無 stress，你就歡喜，就係所以你係個人咁樣。你即係話是你個你嘅人係，你驚伊感覺到你成日是伊嘅做羅仔可能，所以你要做時你被成日嘅做成日歡喜你無事，你講 OK 不要緊啊，多正不要緊啊，你個健康唔夠人講，嚇。較濟是我嘅老母逼我安尼講，叫逼你叫你歡喜啊，叫你嘅歡喜啊。是啊，你講埋婆婆是婆婆，所以袂使上加 disrespect 伊。如果逼者會是家己逼者會，唔是講袂使互伊看，特別會使互伊看，特別莫上加罵伊，也是拍伊咯。安尼款，我是無拍啊，特別愛罵就。出氣是錯掉，錯的。係啦。差不多。
我唔是無咩，是我 mother 是我人個袂使好，但我 mother 會使啦，because 老公我 mother 食冰啊，老公教我爸教我侄人教我哥，表上個大漢嘛，然後我兒子教我咧個大入邊講我嘛本啊，然後老公講I 講 about 我 mother 嘅 condition 時咧，我媽就講，你咪出去外口講，我大啲 hospital 做工嘅，你教我。nhà這邊講，佢講咯，佢講你唔係你地估嘅咯，你係公司嘅咯。所以講 the only thing 是好你個傷能冇是好你 painkiller 嘅咯，because 是有 stomach cancer 嘛。哦。佢熱命啲嘅，加快。所以我兩個咧未使好咯，攣咯。哦。啊。講到出去啊，係咪啦？我按嘅 grandmother 咪是姨媽咪是講 Alzheimer 咯。然後是我阿姑我 first time 讀到嘢是我會教英文啊，把佢 engage 啊。但是我就係講，伊老教我講 that you Alzheimer，所以會講成日記講佢嘴啊，是講一半都未記啊。所以我講 OK 嚇，然後拄着伊個時啊，嘛是甲伊講話啥物特別伊袂記啥物，我無猜啦，伊嘛人家講我是水啊，是伊講袂叫甲伊笑笑嘅啦，特別伊我嘅翁嘅 mother 啦，甲伊嘅 sister 嘅啦，成個伊講毋着物件是伊無講者會記物件，然後伊亂講嚟物件啥。冇 happen 掉，你講。一特別 explain 我聽啊。伊人就愛 correct 伊就愛講誒面是安尼回事。係看你啊。特別我感覺啊是無需要。特別你講伊 correct 條是因為伊要 correct 好你聽咧，還是就要 correct 好伊嘛 ？Because 有當時。伊只甲伊人誒嘛得講，無面是安尼，伊是甲伊講，然後甲伊老人講誒，伊老人嘛。Because 有人講誒話咪是老誒。Because 我明白，因為我 OK，so 我自己我冇有別人啦嚇，伊個媽後尾幾日節是伊度。落寞了嘛，然後伊用時講，會講嘅物件唔是冇 never 發生嘅咋，伊家己想嘅咋哈。伊講一人嚟講買好啊，要摕我鐳個了去啊，係咪咪一來係咪物件？有時往時做我人是去找伊，姑姑去找伊一道嚇。伊講咧，變做伊個伊嘅人唔知講有影正是安尼啊，是咪？所以instead of 教我講，伊就教伊嘛講，所以變做講咧成個伊教嘛講，特別伊嘅目的，是要互你聽就講，伊是亂講嘅。係啦。所以伊 instead of 佢教你講成日當你教你講嚟講，變做成個你到底你嘛面頭前講，冇啦，以前咧教你講嚇，一時手機教嘛嘅，所以變做我人就係講這是伊嘛亂講咧啦，還是冇咪清楚了啊？特別是講你只去假伊啦，伊會起行嘅咯。真係是講你家己，感覺講你講伊講偏話咧咯，伊會別講咯。然後我感覺無需要伊假，我再講是要呢是。所以我人 before 我去找伊時，我人講，人對調伊講嘅物件。對啊，咱們嘅伊講嚇，你講係咩物件嚇？是嚇嚇，啊是咪我最頭睇到係咩物件？聽講會 continue 嗰 story，特別嗰隻伊們笑無去啊！แล้ว伊是有是直講上物件咯，伊直講時都是 a matter of perspective 啊。像個人講一個人會講，這個人嘢我物件走去了 ，then the caretaker can say that 唔是啦，伊 just 照你物件，so it'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So that's why sometimes it's not that 去 correct 迄個老人，但係 it's more of 你聽老人講下物 ，then caregiver 講下物
then 你就會曉 put 2 to 2 together 咯。And depending on how much information you know about 這個老人 and how much information you know about the caretaker, then you can kind of figure out what 做咧多這個就是對，多這唔是對咯。It's not really correct. Correct is, you know, can say that 係你老人講這人咬啊累去then one perspective. Then the other perspective maybe 係你 caregiver 就是咬係你累去，特別 you know 太聽嗬個人知，所以講唔是啦，累會記無你就醫，所以 different perspective it change the narrative, but the question 你對問 is which one is the truth. So 你對了看 information。無意思，那是講我並不幫人哋講唔見，那是講我人家己講啦，那是講我家己媽啦，你伊直直講唔見唔對嗬，我就是我嘅辦法，本是 OK 對條你聽啦，好嚇，那講一往時做伊 upset 伊物件咧，你特別佢講下。成日講冇啦，不要緊嚇，伊教你貼你物件，伊日端嚟行了，你別解釋講，你可以買呢 stress 掉啊就係，你買嗰啲講冇啦，睇到有亂人講話你看到是成日 add on 你病人嘅 stress。Because at that time 我係鳥嘅人啊，我係鳥嘅伊 sister 嘅人，伊人點愛驚伊 ，because 伊人感覺講係你。伊講伊想伊會記到嘅物件是無 happen 嘅，然後伊人感覺到講伊 memory 個了唔對啦，就係伊係驚過 because 伊 memory affect 到伊人嘛 ，because 伊人是伊驚嘛，所以伊人成個冇係驚。有時候講佢 remind 伊就對，未必會記得對，還是安怎啦？但係伊有 affect 到伊人喎 because 伊人感覺講伊馬上個冇去，變咗個人去啊！然後我感覺你們安尼條記係去 correct，你人家己知就好啊，係你 memory 只 what happened 係咪㗎啦？如果你驚一個 upset 一個起哄，你知哦？你係是個嚟。但我個中啊，你看啊，就講鬼啊，講啲旁邊係你嘅邊嘅，uncle 黐三年整嘅。Terus makan ni lah, engkau kau dah istilah sama jalan kai kau lah. Iya ni kalau我哋講，jaga I think 伊人不濟，我rasa啦，我介講話是我 just 聽了講是啊哈哈，安尼啦，伊聽伊講嘅伊個無啦，講嚟 upset，所以伊成個你只就聽了伊講嘅，後面話你無去 interrupt 伊。本是看伊老人嘅款是安怎啊？若是伊是真啊 stubborn 嘅，就安怎咧？上加你慢慢甲伊講，有可能伊有照伊物件，特別伊逐擺是無相信講，無可能啊！我點對無上加互伊無咯，還是蝦米種安怎咧？Basically, take into account. So basically, take into account 這個人嘅 personality 安怎。Then when before 這個人 disabled 嘅時，伊嘅 life 伊就是安怎。So the more information, the more accurate 你會 predict which one is the truth, which one is not. But truth sometimes. Just a side note lah. It's interesting to see, 老人 not just 老人lah, the person that is on the bedridden lah, lah. And then you know is almost the time 會到了. Interesting thing is in terms, okay, I'm going to keep tangent tampo lah. In terms of Buddhism is the state of mind that 這個人 pass away will sort of determine where this person will go. So that is an interesting side note. 我唔知你講咩，但係你好，我講到對，我未俾你講咩，但係你好，講到對 origin 特別，我是講你講你 personality of 你 pop 咩人because 有啲人是伊成有你只 aggressive 本嘅，你 pop 咩人。
了伊個真正牛劇只後版呢，迄特別 up to 人外面嘅人嗬，國語人會人袂換嚇，對來 patience 了，人你袂假嘢，你再講伊只唔是，伊牛劇迄個是你袂假嘢啊，迄個病人嗬，所以你特別假你聽到迄個王是只坎坷聽啊。如果往時人講嘅啊，人入你來出去嘅時是講真正要上路嘅事咪話啊，你特別會曉把 compartmentalize 講，伊同你講嘅話，伊無面嘅，所以我聽外口聽 ，try to 掃走見，然後就算啦。你袂使得拉沙就對啊啦。對。佢講calling咯，calling。一邊聽一邊出咯。對。阿咗你尋我累就我累就。係 calling 啊，我 calling 啊。阿咗係講我講我講累啊。喂，係嘛？伊是真正阿就講啊，伊有後版嘅款款，特別伊家嚟。人啊，但到真正不來，伊款是真不來，伊到阿尾袂講話，嗰陣時阮你該笑，伊甲你笑，所以要緊該笑，你知啊？你該 like 一幕啊，伊就 OK 啦。你萬去來 try to 來該講甲只親嘅物件上面。我有一個我嘅經驗就是一個老人就是，你伊會講伊 naturally 嚇，伊會講嘅物件，較就是伊煩惱嘅物件。所以伊講物件真 negative 嘅，伊特打擺物件講，哎喲，我一去看到伊就是講，讓來啊嗬，讓要緊啊，就講我死去啊事啊，蝦米物件，要講嗰啲物件，然後我就做啊，聽到伊身邊人聽一陣亂啊，你真係心亂，啊無就是講最嗬，唔知你個我嘅人入來啊，伊頭替我累啊，上面講嗰啲物件，你特別 try to。我人就是成講被 distract 伊啊，講OK，我去看咗咧是講別行物件咧嗬，就成講較歡喜物件到底食風啊，講下物件你會記定到係咩物件，然後呢，伊就做伊成啊OK，let's snap out of it 啫，你可能攰咧，伊個就對去 dwell on。because 伊煩惱嘅事嘛，伊家己做了是家己想嘅物件嘛。because 伊感覺講我袂去交代講，即物件是important 嘅物件，我袂去甲人講嘅。所以，嘛聽了無壞，嘛是聽了講是啊哈。但你都是 last minute trying to tie up loose ends as unable to be。那老人就是安尼。我嘅嘅媽，伊們想，伊講人野嘅物件，野伊衫甲伊唔知啦，佢咪。jewelry 嘅，金器嘅，有陣時伊唔知做咩事做壞，伊講我係鳥嘢伊啊，講一個我驚嘢伊啊，因為鳥就夠嘢，就係upset 咗，而家伊感覺可以罵伊講了伊，係咪？特別就冇嘢啦，特別伊冇講嚟，咪去聽啦，伊冇講即伊又冇好事啊嘛，咪得。伊特別亂做講做嘢物件啦，做頭睇物件啦，安尼。咁你 actually 咪去聽咯，咪去得啦啥咯，咪照了嚟。That's why 只外邊嘅人啊，吹數都是因為伊人聽到人講物件咧，係用當正咋。哎喲，就靠毒啦，係咪物件咧？是話走去教你把你下啲啊，之後你知唔知？只肯就做人做嘢，伊慢啊，可能啊，所以就會寫字就去人，你看人問凊彩聽人講嘅話。較濟時間啊，是甲我人厝人講是 OK 啦，我是第煩惱，伊我人甲 stranger。有當時我有咯，有人就是我即係我家己經驗咯，出來人，伊是專門去甲外口人講嘅咯，講我係爸我係媽做下咩物件，特別嘅啦，個了上擺傳過去我人嘅 church 位啊，了你 church 人不聽，你就聽人看到老人咧，咪是聽老人講咯，了老人變做到啲後尾，講我 parents 講我做下咩物件做咩，特別嘅了家己講嘅咋，老人家己講嘅咋。冇嘢啦。แล้วสัมไป就是你特別寫字啦，你聽人你特別
你就若是講你知你捌我爸我買，你直接來甲人講，即我聽到這是有影無影，蝦米事？instead of 走去甲一世界人講較濟個浪漫，看這個啊，嚇，看你看看這個夾安尼好，看逐擺呢好，人甲人成日講蝦米？特別原來伊後尾是蝦米？這就是人暑假你喙啊，臭喙啊，人暑假講緊你可能話就啊，冇乜白。人聽到啊，尤其是咧，你想講，哇，你想講這個人真好啊，其實後尾是安尼款做嘅，樣吹機會無講真知道啊，樣就是袂驚講嘅可能。特別喺時上面，我會叫我媽，甲我爸，because 他是我個少年嗰時，我無如家from 幾啊 from 3啊是 from 3可能 from 3 from 4，嗰時我就聽就濟咯，到啲外口我聽人講，所以我就問我嘅爸母講，我安怎啊？我因為我係歲嚇，係歲成16、17歲啊，我就真悔到嘛。我講我要去啥？我講我要去啦，我要記啦。成日講聽到你講人出來人會歹話，我要去甲人講清楚。我爸甲我媽講，伊講人愛聽人就是。愛傳愛聽人，就是人聽人傳嘅。伊講無插你講安怎呢？伊人本袂相信你。所以伊講真實嘅物件，我會叫我嘛講真實嘅物件。eventually 啦，後到尾啦，真實嘅物件伊寫出來。我嘛講，我都對昧良心無做錯物件，我免去甲人講嘅。但係我被打喊都知哦，我被打喊都知哦。我每次想講，就是講嘅物件，我想俾佢揀出頭啦，嗱。擺啊！然後我咪講免你講 eventually 正事會出來。有啦。特別你本是正，就是講我是人劇有個人講嘅物件 ，sometimes 你本特別 decide 講，哎呀，這人講物件我咪去插伊啊，我未講呢隻，無應講你病人都個解啊，個俾去教大家你推這人對。咩？冇病，你個病人講數據哦。人講啊都有啦。嚇，來講下 from 上 perspective。你等我問你，人講你嘅事，你嘅感覺係點樣？我問你。感覺我人好了啦，貴啊真濟年喎，笑到對啦。嚇。嘅時啊。我人無會講，你講我你買啫。但是我愛講我人無會講嗰種，因為啊，我多了名稱嘅時是直直聽，直直整幾身歌嘛。了人就網站啊，帶未起啊。了同時啊，你做甲幾身歌流歌，你袂做半項，because 帶未起幾身歌會 join 聽個了，整個了嘛。然後人就網站，所以同時都講嘅話啊。會上人就甲走路講嘛，了 on top of that 我真 OCD 嘅嘛，所以我多啲名稱我聽人啲樓骹洗頭殼，我就講洗隻頭甲乾嗰陣，我啲樓頂就講人啊，我冇聽到你講到你邊啊，被講啊，有時候應該是冇聽到你講啊，對，我會知啊。聽會知，因為我家己本身做過啊嘛，所以我會知咯。一個我人是真正每啦，每好咧是上迄個感動咯。你佇迄邊丟點啥事情，你網站聽，你都解，你都so 無用咯 ，especially 是講我照我肯看了啦。我感覺到啦，蝦米破病人也是身軀強精咧，and yet 如果未做，你家己破病人未做半啦。咱唔係講你老啦老毛啦，人會真猛爭嘅。你按怎去論都攞你人就地大阿攞啊，你都是會安尼款教，你唔知啊。對，你久長嘅當時物件是講話一禮拜兩禮拜呢，你估那幾週啊是水年啊，然後你，that's why 個人。特別會曉 filter 咯，當時你再講。แล้ว特別話每我 along the way 我學到啦，有人捌問我一句話真深嘅，但係我未曉，我 answer 成個
我 answer 是淡薄成日你講十幾歲嗰啲會人咯，佢點寫啊？出奇咧。我講 do you want to be right or do you want to be kind？ 啊，你要丟咧，還是你要好？啊，你要做好人咧，還是要做丟嘅人？啊，了客幾時我一落嚟想法是講愛丟嘛，all 是 all bad 是 bad 嘛，無會互成嘅世界嘛。你啦，看啊，了冇。少年嘅時間節目先呢啦。咁你笑咧，我鬧你先成日。唔明咁咩？嗰兩個小賤人我嘅病咩？啊，了幾年我是笑，我笑了同時啊是真正坎坷去decide，蝦米是對，蝦米是唔對啦就，因為 basic fundamental 物件咱知，咱細漢讀冊去啊，人講你無讀冊無讀冊，咱讀冊去，咱知蝦米是對，蝦米是唔對。但係 along the way 啦，同時有嘅人你甲伊你甲伊咩啊？你甲伊有 connection 嘅啊，接觸嘅啊，接觸嘅啊，即係咩？伊人看物件無相，像我大家己講，同時我看物件是狗嘅人看是六嘅，所以同時。我想你講看到你看到是狗，人看到是貓。哇！你講較深啦你，所以紅線就是講，安尼看物件啦，紅線講 OK，maybe 愛加輪淡薄，去 try 去了解伊人做咩事看物件安尼無相，了到尾咧是對還是唔對，咪去插手，第一要緊就是咪去亂整，對，了尾甲來看安怎去解決這個物件，這是叫做物件被解決啦，這是叫做小山啦，你這裡喊嘛？小山，你往這actually 嗬，人成日講，人做人會做到迄個地步是啊，你會認識到你用嘅 energy 你辣嘅了啊，是了掉出這位去就聽到嘅事。你當然想到你話哇，你成日你做你。就是你環境啊，你邊啊人嘅身邊人啊，咁樣較簡單去，你知道？啊，是咯，是哦，對。了特別嗰樣物件啦，是講紅時啦，愛講嘅物件愛起紅嘅時啊。紅時我想安怎甲講嘅，唔係咯，我條數三刀咯，我為了你一個啊激氣會緊斷啊，我死唔要緊咋，我咧半死半天掉啊，無得咯，較好輪嘅啦。路人無夠你咧，不來結交我哋講。對，我頭擺本上嚟很笑，我講，哎呀，樣無 worthwhile health。啊，是咯，紅時就很笑啦，咱家輪啦。了解你哈，家己騙家己就貴，有通貴就好啦。啊，是啦。紅時你知有當時啊，你一邊目睭看，所以你做你較歡喜，啊是你兩邊目睭開，做你家己嘅起哄，較激心。我今日嗱冇俾目睭冚喎，賣滾咯。啊，你特別講個我哋隻新嘅物件咧，我係 contractor 啦、architect 啦、designer 咪做紅紙做我激氣嘅事啊。我同你講，行，咱人去 cafe meeting 啦，了我去嘅 cafe 時，你知你實際嘅哦。你慈濟有 cafe 啲檳榔就啲 KL 嚟咗。了我同人講嘅咪就，你知做咩事我來這邊啊？我來這邊啊，我無趁啲只安尼自然有影拍到頂草浪草話咩浪個個先啊！你邊你特人真正卡啊！真正都咪就慢悄嘅。我講緊都草頭樣無相事咯，咪去咯啦，會點啫？一刀兩刀為嘅是講，伊樣感覺就講對啦，伊樣做物件講家己阿爸對你啊，伊樣會解過咯。你為嘅是想講，你家樣好嘢白起頭殼頂崩曬崩搖嘅啊！after 幾刀你再講未行啦，係你就帶去平常嘅咖啡咯，你舊時就你一刀嘅拍到你個樣會驚個面斜斜 ，after that 啊無事啊咯。你袂使特刀拍到頂，你會估一擺夠效。可以就車驚咧。你有時未到講，有啲 public 會有做我起哄時，我會有無驚啊，去做有。冇可變啊！after that 無事咯 ，after that 啦，目睭貴啊，目睭金。啊，你紅紙白去 meeting 時都冇法，不去得住 meeting 啊。見到個性。咪特殊係啊，特殊。啊，少係特殊性咯嚇。你有感覺到什麼？你可能講你是你尤其是你未起床，還是就俾人學你做物件時，你有認識到啥
感覺到家己只無用那款嘅感覺個樣。好彩無啦，有影真奇怪啫，即3年，你學幾3年幾時我無閒嘅時候，我倒是新start嘅時講，應該馬仔較好啦，應該馬仔較好啊，過咗幾禮拜，過咗幾個月啊，哇，激氣你就未好你就，你講頭先講馬仔啦，即係講未必後禮拜 ，OK 後禮拜，後禮拜過咗1年內，你後禮拜後個月嗰啲就，แล้ว搞自己是我家己起發到家己大錯㗎啦呐，唔要緊啦，有自己就好啦，我無相信講我未好嘅啦，你自己第時我咪去想啊，自己過自己，反正講咩過啊，紅險是3年幾咯。我是見有啲老人是感覺啲樣是burden啊，唔是老人唔係病人啊。病人有嘢，你看人你有嘢成啊出來個 negative 就落來啊，少年紀就個 negative 嘅人啊，伊人會較應激發咯。了我第一驚就是講人激發咪嚟看，我做激發嘛，你家己擺上愛活啊，真正物件你做未到一樣嘅咯。伊就賣啊嘛。伊家己賣，伊家己激發了嘛。咱成日 even 學過嘛都看病較正解哦。伊着去 operate 嘅時啊，伊着stage 3嘅 cancer 嘅時啊。我啲 overseas 讀冊，了特別我無安尼煩惱 ，because 我嘛真正伊人真正病切，了佢講 positive 嘅，所以伊無事咯。喂，只病切係咩？只病切是講只 stress。伊真正搞起用只猛增嘅人誒，所以伊真正無時間講家己破病呢一大堆嘅，所以 because 你細個伊硬嘅病啊，伊硬嘅。伊特別愛好嘅啦，伊學成嚟看咯。whereas 我 grandma 人家 lead back 迄種咧，老啦我感覺到 ，because 我讀冊對嚟點先，我看到伊老嘅時啊，last few years 我甲伊拄着伊嘅時啊，伊 age 啊，伊老甲真凶。伊老 is not from the physical side 啦，伊唔是 from 伊嘅身體啊，都是 from 伊嘅想法啦，然後伊變較老磨淡薄，然後有人就講話啦，啊無就規日做你碰見啦，有一大堆物件出來個了咯。แล้ว佢哋度假เลย啦你看แล้วลูกเก็กซิมแบบนี้ลูกมีโจปวางเนาะ所以ลูกมาสิ講แล้ว我無啲邊咧我ตัว啲กำลังพูดโจกันมา所以ว่าอาสิตัวที่邊咧是就是出來去食物件出來去行ไม่去講ไม่可以咧機會借了啊講嘅其實就講話咯แล้วทีนี้出來出嚟มี啦แล้วแต่มีเก่าๆบ่อยๆอี過身嘅時啊 lucky thing 是只 short 嘅啦 the few hours 啊อี接去 emergency ward แล้ว after that อีตัวตัวตัวง่าย咯so 迄個點先我無佇我佇 KL 了 but that time 嘅點先 I think 無 regrets 啦，特別講了我感覺就有較過分淡薄啦 because 下我做工我真 focus 甲我幹嘛 so when 我佇新加坡收到電話講我媽過身了你叫我教我出來人講咩會等有加等幾日啦我佇新加坡做我工了加幾日甲轉來因為你在等人會等嘅嘛，紅事幾來接動嘅แล้ว so after that 過咗2日我做到我物件了แล้ว對去 KL 先咯搞掂我 KL 嘅物件แล้ว我交病對邊樣嘢咯比如我時咧成個往大會會人你特別有心理特別準備淡薄是啦你特別想法特別再講你咪講我第一部書解就是講特日會老淡薄樹很樹妹啦你特日你咪使講哎呀免啊我媽仔個嚟係咪免啊我拔刀個嚟係咪你有當時無攤拔刀嘅呀是咯是咯我特別較準備淡薄講你要做物件你就是要講物件你講去不要緊你咪使講哎呀老拔刀冇機會嚇可能冇嘅是咯是咯有你知啦，像我係會聲嘅人甲我爸嘅 generation 係中國來嘅人伊人真正做物件袂曉講出來，伊人會尷尬對伊人敢若較濟收啲心咧，用 action 來代表人講嘅嘛，所以有第三方面我你留長線頭腦是。講無用嘅，話無用嘅，做嘅時候也係時間。對，了伊有嘢是笨蛋無咩愛講安尼款物件嘛。了所以伊人 try to avoid 真濟 sensitive 嘅物件。了 over the years 看了無得啦，你做人看啦，因為你心嘅內邊物件講無了啊，你到時你當伊係別人
當嘢有時啊，較 set 咯，路物件咧，有變做死人清嘅，你就伊唔知搬嘅，怪人家己病啊，家己 suffer。我想我做人啊，乜有用，所以有蝦米物件愛講嘅講，有蝦米物件愛做去做，所以。Why long to become unfinished business? 就是哦，你 finish is already finish 嘛。嗱 ，speaking of finish，我哋 finish 個 episode。แล้วก็ว่าตีก็เป็น嚟講媽媽嘛，夠點先講 ？OK， 這禮拜咧，我特別嘉賓咧，就是特媽走去了加工啦、絲白餃啦，話你講毛毛走去啊，唔係毛毛菇走去啊，成日毛毛菇啦，別使講啦，未啊？講啊，個有大粒頭啦，加阿韓有啲喎。อาหารบูดีจิเป็นแล้วก็เงี้ยวดีก็ไหมว่าไอ้你冇講過數啊，ลูกก็數講個เงี้ยว媽媽有講啊จ้าประกอบไว้ม้าสิว่าม้าโดยของเป็นแกงลาสีแล้วไอปันจุบังไส้ถึงข้อมาแล้วกูจ้าสิว่าตัวยังคิดเลยเก้าอี้就是講老人坐แล้ว頭瞓住旁西แล้วเก้าอี้เรา開อยู่一個อะไรตี住ตี西物件你看咯แล้ว老人房咯你使夾嚟夾出嚟แล้ว倒掉掉แล้วกูจะ係เอาไว้มา你看咯แล้ว可以前邊不是個坎坷淡薄可能被騎起來嘛被可以搬起來種真坎坷啦แล้ว有時愛內人大人咯就是一個人หูอีแล้ว一個佢ไม่可以穿อะไรเป็นปัสอย่างนั้นแล้วจะ物件是個坎坷定物件比較個就是食糜啊淋白啊淋米露啊呢款嘢特別有過過病人啊什麼啊伊我就學佢哋有個病人咯，其實你有個過人啊，你唔捌個過人啊，你唔知你個病人嘅經驗是安怎哈？而家對，你會準時可以接物件，講伊啊，伊愛你需要會幫助時，特別佢咩出現啊，咪個了咯。少。ตอนนู้นขอว่าไตมีแกบ่係咪？等我睇。即係特別嘉賓咧，這禮拜就是大粒頭，係咪歌啊？我都冇睇到。My and the mechanics in even years。哦。這禮拜特別嘅就是大粒頭。呢個generation 把聽過出嚟。別使講。蚵鳥、毛毛菇、波毛白、絲白餃、炸貢，加就是係就是啊，小波鹹啲。拜拜。Okay，bye，下禮拜再見，bye。